2026年朝珠運程，紫微星爆燈，財運。大家好，我開運研究院開運師姐。屬豬嘅人士今年旺到貼地，紫微星照命，得到老細賞識，創業轉職都大吉大利，偏財正財一齊嚟。不過要小心，暴敗星搞突發破財，唔好借錢俾朋友，貴重物品收埋啲。天厄星又代表容易受傷，唔好參與危險運動，容易有泌尿器官毛病。平日記得多啲飲水。感情方面，單身人士要主動出擊，先有機會追到女仔。有伴侶記得要溝通，唔好為小事拗交。開運方法，帶或者把玉老虎吊嘴，六帝錢放入銀包。東南方放開光皮，幽猛吸財氣。每月初一、15食素或者唔食牛肉，定期做善事，福氣滾滾嚟。溫馨提示：流年旺都要穩中求進，貪心就會中伏。拜拜。